因发生中央大学女大学生命案，所以议会顶一会期将对警察局长詹永茂的特别费用47万元，做出今年6月30号进前，依照督察、刑事等3方面所受理案件，来确保无结案、无隐瞒，才当动机的附带决议。对此，面对新任警察局长该复议案到尾平盘。上有这议员多数认为，当初冻结的是制度面，应该是对事无对人。何况局长特别费的用途是为了基层环境，并是离局长的落地啊，所以希望会当解除冻结。如果真的做不到，那我觉得这个被冻结是活该啦。所以我也是希望说呢，就是诚如刚才尹爱议员说的，然后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长，尤其是在这个大家网络上那个新闻上都过去从318学运至今，超越宪法的男人、水上乐园等等，有这么多前面的历史，我想人民没有忘记。那我们也不应该在台南市迎来这样子的一个争议颇高的新局长的时候，我们就来做这样子的更动。竟然是针对制度，不是针对人。那这个业务费，当时是因为詹永茂局长他有种种的不妥当，那我们新的局长来，有可能他这一笔钱会遇到他需要面对基层警员的这个，例如说慰问啊、慰劳啊，亦或者是说种种，我认为不应该因为制度而牺牲当时的时空背景发生，没有哪一个局长或者是台南市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伤害都已经造成了，那该有的创伤我们要如何未来要做弥补？我相信说方局长有这个能力，未来把治安做好。对此该复议案，因为当初提案议员踹会甲蔡淑慧收回，无搁再伫大会讨论，所以议长嘛采示按照原审查意见，伫今年6月底进前，局长的特别费用暂时冻结。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